而家係劇本嘅15頁，呢個調咗位㗎，但係都係劇本15頁啊，劇本15頁。而家係 Cast A 嘅忘情阿關做，記者一場，記者一場，好，係啦係啦，3、2、1，歌姐展情唱歌，唱到最尾一句。我是誰啊？轉燈變記者。以前佢好中意翻嚟做義工，今日佢翻嚟做主播，用佢嘅油彩同佢嘅顏色去分享愛。上到呢度，佢要行一條好斜好長嘅山路。如果夏天咧，肯定會成身都濕晒；如果係秋冬天咧，啲山風就會出到你入心入肺。警察，我收到個小道消息，除咗好愛呢個地方之外，原來仲有一個原因令到佢翻嚟呢個地方嘅。警察，希望一陣做訪問嘅時候，佢會同我哋分享。你咩個原因？警察，多謝各位記者朋友啊！而家有個非常簡短嘅訪問，希望大家可以輕鬆啲當朋友咁樣傾下偈咁樣就得㗎。你好啊！你好。今日順唔順利啊？之前我都好擔心，但係估唔到今日有好多義工翻嚟幫我手。暫時一切都好順利。今日翻嚟嘅義工有冇同你一齊長大啊？有啊，其中2位細個嘅時候仲係同我同房嘅添。你好似仲有啲緊張。係，我承認我仲有啲緊張。因為第一次搞？冇錯，我人生第一次個人展覽會。翻返嚟呢個地方舉辦，係唔係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啊？慢慢上，企上木箱，企左。係，我喺呢間孤兒院長大，喺呢度舉辦個人展覽會係我一直以嚟嘅夢想。我真係好想話俾其他人知，我哋呢班仔女，我哋呢班喺度大嘅仔女都有自己夢想，都有能力完成自己嘅作品，將我哋嘅經歷，將我哋嘅感受分享俾其他人，分享愛。哇！入邊有冇啲作品係關於對親人嘅思念呢？呢個問題，我想你哋一陣用眼睛揾出自己嘅答案。咁你對母親呢2個字有咩特別嘅諗法啊？ hold 一 hold 係啦，跟住落箱行前2步喺地下啦。母親2個字咯。向觀眾啊，向觀眾講啊。咁你有冇幻想過佢嘅外形、佢嘅氣質，然後放入你嘅作品裏面咧？淨係呢個相，佢冇相，咁我上嚟有咩意思啊？咁冇愛咧？冇愛呢2個字，你又點樣解讀啊？只會付出，唔會計較。合格嘅母親係會陪住仔女長大，但係唔係每一個母親都合格。不如我帶大家入去參觀我嘅個人作品展，好好玩住。好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